Kira marg sem janer nyreji Kidu mom churmor panar namatang nga kong tang malari bani Jeyang patr tsuchile yana nyang parji tsurjiyan 他就是那个叫米拉热巴的人。天哪，我们太自大了，胡说八道的。现在我们向你忏悔，向您忏悔，恳求你给我们讲讲法，向您忏悔。这些给您做供养，请收下。那恳请您给我们讲讲法。Dangar gardan lhayo pop na chunge don mapjan chang don jan Varan zama lang maylandara chum khipa mapjan zan babjan Wixzangar avji yal kamana chur gomba mapjan shat babjan Na chung avamu magarmonata mar nalam jor mapjan chor wapjan Na chung avamur navara chu salma mahnya nawing chungurnyan Dir dam garolere langwa yene shirpa tsarur garton yene 我们走了，谢谢您，谢谢您。好像是姑母。姑母？哥哥，姑母让我们母女兄妹受尽折磨，不能见她。我得去把桥给拆了，我现在就去。侄女儿，不要拆桥，我是来见你们兄妹俩的呀。我知道你这个魔鬼姑母来了，所以专门来拆桥。侄女儿说的对，现在我非常后悔，所以特意来见你们两个，向你们忏悔。我一定要见见侄儿。让我见见他吧。哥哥，姑母，我亲戚观念已断绝，尤其是对叔父和姑母更是断了念头。当初你们抢占了我们的财产，把我们害得很苦，后来我修道乞讨布施时还要加害于我，再后来又骗取了我们的房屋和土地。想起这些，我根本不想见姑母，所以你回家去吧，为来世的去向做好准备吧。从前的事儿啊，侄儿，你说的对，所以请你原谅我。现在我诚心诚意向你悔罪，无论如何，请求你们兄妹见见我。如果你们不愿意见我，我就死在这儿。哥哥，你干嘛？你干什么？哥哥，你疯了吗？贝达，是姑母害了我们，你不想想？贝达，是她害了我们。贝达，
对于败坏金刚世界的人，即使喝同一地方的水，都要中他识破世界之臂掌。但他并非败坏佛的三位耶界者，我是佛教徒，一定要无怨无恨地去见他。再来这个，慢点，哥哥。你过来吧。好，谢谢。哎呀，